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講到日本，代志敢若變大條，飛行機和中國戰鬥機雷達鎖定，偵查無發射。過來聯合羅西亞射去領空10外隻，到底戰爭是風聲，還是有影有跡？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陳良佇。咱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連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日本觀察家胡哲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這個中國的戰鬥機用雷達甲鎖定日本的自衛隊的飛行機。那麼這款危險的行為，和日本真正不滿。美國國務院就批評中國的作為，那麼發聲來支持日本。那中國這邊甲羅西亞聯合起來，攏總10外隻的飛行機去射日本，強要到日本4國外海的這個空域。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伊就強調，這明顯是對日本的示威。這個觀眾朋友看到這出的哈。唔知你細漢時候聽過一首歌叫做《蠓仔河神大戰歌》，本來蠓仔甲河神的小冤家，結果就去請救兵，結果愈請愈大，到上後尾第3擺世界大戰。哦，我唔是咧講吼，這項代志會安怎，但是自開始對歌曲首相開始講台灣有事了後，就一連串。首先，我要先請教陳老師吼。這個以早，這個日本的退落來的首相嘛有講過，所以伊起碼是在任來講，就無共款。這頭一個咱會當理解，但是即擺情勢小可無共款啊，毋是小可無共款，是真無共款。所以連羅西亞來鬥參的來請救兵，這要安怎收煞？要哪收煞吼？我是感覺講，目前來看吼，當然咱會使講，這個情勢是咧提升當中嘛吼。但是是毋會甲演變甲真正發生這個衝突，還是戰爭吼？我是感覺還閣有一段距離啦吼。安怎看？因為我感覺即馬就是講吼，中國採取這個軍事的這個行動嘛吼。日本當然是表達強烈的這個抗議嘛，但是日本若閣較增加吼進一步的這個軍事的動作，甚至甲美國進行吼較兩邊的這個聯合的演習的話，這當然是閣進一步的這個精神的提高嘛。老師，你先停一下吼，你先互觀眾朋友一個概念，迄戰鬥機用雷達咁樣鎖定吼，迄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講，我佇你後壁，我佇你鎖定啊，我準備要佇你。我偵察，你我一落去，飛彈就出去，飛彈就出去啊！出去咧是對裝的熱水，對裝迄個絕對是互你滅亡的，這個意思。對，咱觀眾朋友可能應該攏會了解嘛吼，迄個戰鬥機吼，閣較安那緊吼，其實伊的速度也是無飛彈緊，所以飛彈吼，講實在伊的這個。命中吼，迄個戰鬥機的幾率，確實講以實戰的經驗來講，迄幾率是介懸。吼，其實除非你飛行員的這個動作吼戰術吼做真厲害，會使吼，好比講熱焰彈，也是像講咱觀眾朋友看迄個塔降內底吼，迄個緊急剎車，飛天遁地啦，嘿，較使着閃過迄個飛彈的攻擊，無吼，迄實在是一般戰鬥機無法度閃過。哦，所以這是真無禮貌，咱會使安尼講嘛？所以我是感覺中國採取的這個動作，伊是一種
幾乎就是準軍事行動啊，吼，只差像你講的，無議這個按鈕，因為按鈕落去了吼，因為這命中的幾率是介懸啦吼。啊，若介懸的話，這就變做一個，你會講，是一個意外也好，還是一個故意安排的這個衝突也好，哇，這兩邊要收煞就更加困難。因為即馬連迄個 NATO，這個 NATO 也走出來關切，啊，這是。大家互相變做武的，變做文的來互相來相罵安尼。其實吼，我感覺文的、武的攏有啦吼。啊，外交甲軍事兩邊咧進行嘛是有啦吼。啊，你講亞洲甲歐洲這兩邊吼，印太甲迄個歐洲大西洋這兩方面的這個戰區吼，其實吼即擺攏牽涉做伙啊。所以你咧講 NATO 吼，會發表因的這個關心，還是這個意見吼，這我無意外。哦，啊，就講到外交，我一定要請教連老師吼。這個外交的意思是啥物？講，你若相戰，我是會來參加哦，是這個意思嗎？還是講，你唔通哦，這大家莫相害哦，只是安尼啊，是啥物意思？我想外交上大的意思，就是吼，卡蘇啊已經情勢已經開始緊張啊。第一個外交的意思，應該是互緊張的情形會使降落來。哦，所有會增加緊張的情勢，都的行為的言語，甲任何的動作都應該愛撇滅。哦，這是上大的一個。但是伊是甲小泉進出籠來共同關切。應該是安尼，對較多迄個新聞大內底嘛，加兩段出來嘛，其實是真好。咱來聽聽吼，咱一般來講，拄着代志的時陣，兩邊攏會講對家己有利的話，這是真正常的代志。啊，咱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日本的這個戰鬥機去互中方所鎖定嘛，吼，就對嘛，吼。但是較多的問題是出佇個講，中國講伊已經有通知啊。啊，日本講啊，你有通知也無講是當時，啥物時陣嘛，吼這些。啊，即個問題是講啊，有通知無講啥物時陣，啊，即個時陣，迄個時陣，迄個所在有咧演習的時陣，啊，日本的戰機佇遐，所以中國較會講，啊，那你的戰機那佇咧迄個演習的時陣，佇咧迄個所在出現，啊，大家攏知影演習的時陣，理論上迄個所在應該袂演習本來是咧。演習講啊，萬一啦，敵方誒，迄個飛行機入來時，你要安怎應對？但事實上，演習誒人攏知影講，迄個時陣遐邊仔誒人應該攏是空誒啦，啊，就是恁家己咧演爾。應該人莫入來啦。對，應該，所以你突然間有物件入來，有可能你嘛突然間會感覺講，奇怪啊，這哪有這個情形？是講，目的確是日本挑工去來閃一下。這攏真歹講啊！我認為，我閣轉來講。因為較早主持人是講外交，我個人是感覺講，既然要講外交，就是所有緊張的情形，攏應該愛降低，所以無需要調降。破水門啊，破油啦，就是講安怎情形會使吼，莫常常去往迄個對方應該是調降的迄個方面來設想來解說。若是安尼，這個外交你就真歹去進行啊！你愛去設想講，對方可能毋是調降的。哦啊，假使啊，對方是調降啊，伊的目的是要創啥？假使你來講，你確定伊是調降啊，伊的目的到底是要創啥？你會想會出來。那無，你就盡量來想講啊，對方毋是調降的吼，咱希望咱互相的誤會會使盡量來用。你想無伊現在對我安尼，還是就講用言語來化解，這開始重點啦吼。我是感覺講，既然看到主持人問外交嘛，啊外交就是。會交別人的關係較好咧，加交一寡朋友的，有啥物誤會，盡量用談判的方式來做，來解說，來化解，這才是外交會使發揮的用途。老師他咧講哪講的時候，我想到阮初中的時陣哦，兩邊的人馬吼，無是啥啦，無是啥啦，無是啥，無人敢行，佫行一步啊！看即擺是毋是安尼呢？陳老師，無基本上我個人感覺這是中國的挑釁啦，吼你。啊，無上層的指示，伊無可能去動迄個火控雷達來去鎖定日本的戰機。我相信一定是有上層的指示。好，啊，都要讓我講嘅，好，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是講嘅，
你日本雖然講有通知，不過你無通知你的範圍，你要演練你的範圍。啊，你的戰機、飛機那個飛行足緊的啊，你的範圍會使足大的啊。因為你愛甲我講清楚，你的演練範圍是佇倒，因為你無甲日本講嘛。而且總控是等於講，對於日本方向，伊就明白講，無管你有講還是無講，上重要的是你袂使安尼甲我鎖定，因為你鎖定，你就是非常的一種準戰爭的行為，這是非常危險的代志。老師，你的意思是講，你甲我講過。啊！我無小心甲你串接，你更加安全，你嘛袂當甲我鎖定。無對啊，你會使警告嘛，吼，你會使透過一寡管道還是安全，因為你袂使講用這種鎖定的一種準戰爭的動作，因為你鎖定以後，你就從你手槍趕快，你按下去，你子彈就飛出去啊嘛，啊，這是非常挑釁的動作嘛，對啊，所以我剛剛講這是。我是講中國愛負比較大的責任啦，因為基本上伊鎖定30分鐘，因為日本伊無甲伊反鎖定回去哦。日本伊是相當低調的哦，30分鐘我懂你，你要知影日本還是 F-15的戰機哦，中國是殲15戰機 ，F-15戰機號稱是地表上最強的戰機哦，它到目前104對0架的一個戰勝的記錄哦。伊 F-15戰機還是非常強的一個戰機，你也真正要講。要開始兩個，要開始，你殲15戰機無可能，你會使跟 F-15戰機會使對抗的啦。因為我 F-15戰機，我係你鎖定30分鐘哦，然後你繼續鎖定30分鐘，這是非常挑釁的一個動作。哦，所以我剛剛講，如果那邊警告，應該給你設計那個綁櫃，設計的綁櫃。所以我剛剛講，這是故意的挑釁啦。哦，啊，為什麼故意挑釁？來中你。但是我好奇是講，無啊，你甲我鎖定，我落去鎖啊。看你安怎，我就當面一直飛，互你鎖啊，看你要來。因為基本上日本伊感覺講這是公海嘛，哦，啊你也無甲我講你演練的範圍佇倒位，所以我的 F-15戰機我飛來遮，我基本上我無感覺講我違反你的。戰鬥機的飛行員嘛打真濟哦，互你鎖半點鐘啊，你袂安怎？無，因為 F-15戰機是非常先進的戰機。因為迄種鎖起來吼，迄飛行機內面一定戰鬥機內面一定打，一直干的嘛。是不是安尼？無毋對吼，其實這內底有幾項代志吼，可能就是你即馬看到媒體無甲你報的吼。第一個，2008年的時陣，日本甲中國有簽一個叫做國防的 hotline， 就是因為有一個熱線。熱線是安那？啥物叫熱線？出代志的時陣，隨卡電話，即馬你創啥？這叫做熱線。結果當日30分鐘，咱頭拄老師講啊，30分鐘鎖定的時陣，日本的防衛廳卡電話，那個防衛省打電話過去，熱線無人要接，30分鐘無人要接啊，所以講為什麼日本的媒體甲日本的所有政治人物講，你這就是有挑釁？因為這叫做中國去做一件代志，叫做薩拉米，伊測煙前，伊測煙前，伊即馬要測試你的測試你的壓力底線在哪裡？啊，為什麼要測試壓力底線？因為過去中國就甲日本的對峙的時陣，咱講一個上明顯的一個例，就是這邊惹事的叫做咱其實不是高市早苗惹事呢，這邊惹事是叫做岡田克也，立憲民主黨的，想台灣有事情為也嘴供出來啊，立憲民主黨岡田克也那時候在2010年的時候，伊出什麼代誌？迄當陣那釣魚台有一隻中國的漁船闖進釣魚台海域，結果互迄個日本扣起來了，其實伊去衝撞日本的迄個算講因的海上保安廳的船，所以船長抓起來，結果拄開始迄當陣民主黨執政的時陣，民主黨本來打這硬哦，結果吼中國就開始發起就給你壓力，伊就隨個跪落去啊，跪落去軟落去。全場釋放出去，我無講沒讓人請賠，所以中國就知影講啊，我來講啦，你日本吼，就是我甲你硬，你就丟啦。所以咱講叫做薩拉米的政策，伊個薩拉米就是伊我煙槍切，我切我這當陣啊，結果伊無想到這邊的高市甲迄個小泉，因兩個是有夠硬到安那，就是講你即馬讓我踩無要緊，啊我給打熱線，他們日本伊即馬攏啉掉無講哦。打熱線，他沒有再把它拿來國際上講哦，伊無講這樣代誌，伊熱線拍去，你無人要接電話，這是什麼態度？因為咱頭拄仔講的，用政治內底就用希望雙方能夠會當迄個溫度會當降溫，結果你即馬有出這樣代誌，你淡仔幫這個算講錄音帶放出來，但是
我敲電話敲互你，敲互恁中國國防部，恁國防部無去接電話，啊，這熱線你是去真假？哦，所以這還佫有通演落去哦。這我有通演，啊，所以這規個搬起來的時陣，就是講中國伊就是本來進前講知影日本講，非得我甲你硬，你就跪。所以講，伊即馬想講，這邊高市嘛是我甲你硬，你就跪，但是無想到講日本這邊硬到這個程度。所以，恁注意看哦，小泉伊當陣啊，伊講中國的戰鬥員吶，吼，講起來做 unprofessional， 吼，不夠專業，啊，結果伊站講因的自衛隊的那個戰鬥員是叫做professional。就講我是技術穩位的啦，嘿，我30分鐘，我佇遐我講，迄當陣啊真正，迄30分鐘，迄對一個迄落飛行機、戰鬥機的迄個飛行員壓力足大呀。嘿，因為你一個迄小圖內面一直幹。對，啊，咱頭拄仔咱講的哦，迄距離是53公里哦，53公里飛大單者，你真正要閃53公里哦。嘿，哦，暗落台北去到差不多中壢，我去到中壢啊，對，迄一次都是水條呢。迄是真恐怖的代志，所以講，伊當初啊，你講，打頭真知咧，伊打頭就知，所以伊小泉個專工學了因自衛隊這個飛行員講 professional， 對啥那邊學了，因為迄真正打頭無夠知，擋袂30分鐘啦。哦，這安尼看好，還佫有通演的。不過吼，咱他講一輪了，其實這代志攏是射着台灣啦，對台灣開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全都安全。但是照這個過程來看吼，刷來還佫一個坎站，這個坎站就是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我就唔知影講，這個中國即馬會佫設定什麼代志吼？那照即馬羅西亞甲這個中國聯合這個飛行機，這麼安尼舞來舞去吼。但老師，你認為？哦，小等，佫有觀眾朋友了解，即最近啊，美國佫有出即個國安戰略報告吼，連他即個看起來攏是為着即個台灣吼，你台灣要講到台灣才被敗，哦，安全都安全。老師，你認為中國敢知影講會收起來？那照連老師他所講，即個外交處理應該是潑水，唔通潑油啊？中國敢若是要潑油哦？老師，你安怎看？我相信，文的武的吼，攏會做伙進行。那潑水、潑油吼，攏會潑。吼，潑水也是文的部分吼。當然，外交上伊一定會表示講，日本這個作為，不管是伊首相，還是伊的自衛隊，經過伊的這個。防衛大綱的這個調整吼，攏是不應該。你是毋是閣要變做吼二次大戰的迄個軍國主義迄種吼安尼全國攏安尼吼軍事化安尼迄種行動？啊，當然對中國來講，主持人頭拄仔講到南京大屠殺嘛吼，這個1937年12月所發生的這個代誌吼，以中國來講，這是可能無法度放袂記的一個迄個歷史印記嘛吼，所以抓到這點吼，當然會嚴格的這個 challenge 吼日本的這個態度嘛吼。啊，過來就是講吼，不只是講美國發表這個國安戰略報告，啊，其實這是過去差不多我要到10檔以來吼，前位前任首相迄個安倍開始吼，伊就講。台灣若有代誌的時陣，其實就是日本有代誌啊。啊，普遍的認知內底嘛是會感覺講吼，台灣若發生衝突，也是緊急的事故的時陣吼，咱看地圖拍開就知影嘛吼。其實對日本來講，伊的安全在我的看法，不只是台灣海峽爾，南海、東海、巴士海峽哦，巴士海峽，這幾個海有人咧講是5海，包括日本海。吼，黃海，吼，這會這人生海呢？人生海對日本的安全攏是足嚴格的一個迄個 impact， 吼，一個衝擊。所以不只是台灣爾嘛，吼。啊，當然對中國來講，吼，伊無希望講日本還是美國，吼，哦，恁遐爾啊強調講，哦，我對台灣的態度，還是我對吼東海、南海的這個我。
主權的這個主張吼，恁就佇遐安尼干叫，無很嚴重啦，恁是咧吼 overreact 過度的這個反應，所以伊不管是佇外交，還是佇軍事、佇文的方面，還是佇武的方面吼，伊攏做出一種足強烈的這個抗議，還是帶你恐嚇。但是武的部分吼，是毋會甲真正講安尼帶你吹落去攻擊吼，還是組織吼，像講無毋對，即屆開始甲羅西亞吼做伙吼鬥陣來一個編隊。其實呢，嘿，其實甲俄羅斯的這個編隊航行飛行吼，嘛咪第一屆嘛吼。所以其實我是感覺講，這種情形甲真正講兩邊吼，好比講中國甲日本，還是中國聯合俄羅斯甲日本甲美國會真正發生衝突，迄還佫有一段距離。但是武的方面吼，伊就是用咱頭拄仔福澤先生頭拄仔講的，伊安尼切煙槍一步一步吼，也是像咱拍籃球安尼哦，我無一定用3分線的，但是我一步我人大菜，卡，但你切入去籃筐底下。然後我跳一個得分啊！伊要得分，伊是要安怎得分？你即馬你就是無法度來處理，因為咱小等下講到啦吼，即個美國的2025的即個國安戰略報告也好，還是因的即個 overmatch brief 內面，攏講到台灣，這就是伊的，咱講較白就是台灣就是我的啦，吼！伊講較無輸贏，如果台灣就是我的，我就愛打造一支。有能力在第一島鏈任何地點擊止侵略的部隊，但是美軍無法嘛無應當獨自承擔這項責任啦。對這來看，老師，我請連老師來講吼，其實咱咧看這幾冬的這個變化，其實已經甲10年進前民主黨咧執政的時陣，這亞太的這個策略已經足無共款啊。但實際上，在軍事頂頭，敢有頭好變過來？美國重返亞太，而且在軍事上又佫贏過，敢有這種態勢，還是講無即擺就愛靠這個外交吼拖一個，啊，趕緊軍事來補起來。應該是安尼吼，因為咱佇個這個亞太，佇個西太平洋，當然咱一定是關心咱家己台灣的安全啦，所以理論上你來看這個美國即馬新出的這個國家安全的這個戰略吼，其實上大應該咱若照安尼個看來，其實伊是咧甲全世界講，我美國即馬上注意的就是西半球，過來就是我美國國土的這個安全，啊，我上關切的就是我的移民啊，吼，還是這個毒品啊，這個問題啊，我即馬愛的就是除了西半球之外，我即馬上重要的關係就是中南美洲，吼，傳統你會使講，敢若19世紀的這個美國的這個政策啊，就是我的這個後院啊、後花園啊，吼，這我是關切這個，但是伊目前愛對即馬的情形要收縮，對全球要收縮到西半球的時陣，伊即馬敢若下一個所在，就是叫做這個亞太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因為這叫伊的伊叫做競爭對手啊，中國，這中就是因的利益是即馬是佇遮 overlap 佇咧這個所在，啊，我也要收縮，我也無可能，我原來利益我就退了傷緊，所以伊真清楚就是這兩個所在是伊佇咧這個戰略內底，這個戰略報告內底上重要的這個所在。那當然啦，伊佇咧內底雖然伊比前兩擺的這個戰略的這個報告的迄個內容較少，但是伊對台灣提到台灣，講到台灣的這個所在變較濟，係個部分。啊，這上重要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講咱應該看伊全部的內容內底，伊未來伊最終對於川普的這個政策到底伊是外交政策到底是要安怎行？西半球較是上重要，但是伊即馬就是咧對其他的東半球，還是講對。啊，講較收縮的，就是佇咧這個西太平洋這個所在，吼，在這個部分啊，這想要留喺遮，因為伊還佫要交中國來談判，所以伊應該會使講，伊是一個交易型的總統啦，看會使換到啥物佫較好的這個利益，所以這個所在伊袂使綁，
雖然伊已經甲你講，我即馬要轉來西半球啊，但是我袂使，因為我即馬閣有好處，我摕講歹聽，摕了較早啊，我無可能我家己就先，我家己講我要走啊，但是你對伊的報告內底，伊就講甲真清楚啊嘛，對西半球、美國、中南美洲啊，我國內的即個問題，我國家安全的問題，啊，我安全是啥物？就是毒品啊，即個移民啊，這確實我感覺，就是講我川普感覺美國的國家安全的代誌。啊，咱普通進前的即個政府，較多主持人也有講啊，就是講以前的對戰後的即個美國政府，伊看到是全球，即馬伊看到可能敢若一半。啊，所以即個報告其實大家應該看就是講，那當然我較多講，咱是台灣，咱一定關心咱家己的即個安全。所以咱即馬對於講，伊即馬佇咧觀察的即第一島鏈內底，伊會使幫助咱啥物？啊，要即種幫助，咱需要付出偌濟代價。啊，咱是毋是需要交周邊的國家吼，包括即個日本，交咱會使會有幫助的？尤其是咱南甲北的日本啊、菲律賓啊，是毋是會使？因為這是較需要台灣發生代誌的時陣，這會使對咱有幫助的這種國家啊，所以變成講美國較需伊也無法度真明白講伊會使幫助你，咱家己就愛家己想辦法啦，交這個厝邊隔壁哦，這個國家的關係就愛較好的這個情形。啊，即馬較多講的就是你較多看高市的首相，伊即馬過來就是要交這個美國的總統，會使譬如講通電話啦，吼，會使見面啦，吼，啊，這就當然嘛是來應對這中國的這個壓力，哦，對這，因為這一個月來，吼，雖然咱感覺源頭是對這個高市的首相啊，迄個話來的嘛，吼，就是但是啥喏，咱來一看，感覺講，哎呀，啥喏，敢若中國敢若伊的反應，敢若超過咱的想法啊，啊，我感覺這是上懸的領導者，這個今仔日決定的，因為真清楚就是高市，伊中國攏知影，伊進前的一寡這個言論啊，啥物？對，所以伊的外交部的判斷是根本都無法互伊這個恭賀的這個電文。結果到了這個 APEC 時陣，突然間兩國的這個領導者講要見面，啊，這原來都一定是上懸的領導者講要見面啊。好啦，還是見者啦。見者就是講，對中國來講，就是領導者來講，我互伊一個機會，哦，互伊一個，就感覺講，哎呦，這是真好的，這個感覺講這一個 favor 啦，吼，感覺好啊。啊，但是對方可能無感覺啊，伊感覺對西方來講，兩個領導者見面，這是真正常的嘛。想那要愛無見面呢？就是因為老師的意思是講中國還是天條的概念啦。因為進前你對伊的中國的外交部的處理甲建議，你就知影講啊，中國對高市首相伊感覺講愛去觀察一下，但是竟然這短期間伊的最高的領導者就會交高市見面，那當然嘛是上懸的領導者講好，我交伊見面，啊，想到伊要安怎做，伊就感覺講啊，我互你一個機會，吼啊。你愛知影講，啊，這基本上咱是關係是無好的哦，因為大家攏在外交內底，兩個這個領導者要見面，就是兩國的關係已經真好啊，啊，迄見面開始順水推舟啦。人家未見面就冤家嘛。啊，見面了，結果無想到這個高市的這個首相竟然啊講這個話交以前像剛剛主持人講，在任講的交已經落台講的，迄是絕對是無共款的啦，吼啊講出這了，啊你。毋拿對伊這個，伊對伊家己外交部內底其實就歹交代啊，伊是真過意就對啊啦。我中國外交部的專業的官僚幕僚，我甲你講啊，這吼可能愛觀察一下。啊，你講要見面，好啊見面，結果想袂到，伊竟然有這種。所以是習近平咧上氣哦，恁這是下骹，恁是咧創啥物？毋是，是伊家己的問題。伊家己的問題，所以伊即馬。伊家己感覺講啊，下骹的這個專業幕僚感覺講啊，我已經甲你建議啊，你硬要交伊見面，啊，即馬出這了，啊，是毋是一定得愛小表現一下？說起來，這表現品啊，你看，你注意看吼，就是講中國甲日本，因兩國的關係，第一莫講偌久啦，這10幾年來嘛有足儕屆關係無好，但是因無好的情形是啥？攏是佇咧國內，譬如講抗議啦，啊，甚至有伊日本的店啦，哦，去用迄個。即擺迫害啦！中國真濟日本學校攏關起來呢。對，但是以前的無好是安怎？就是講店去用斬破啦，無就是甚至有
不幸的，佫有人受傷啦，吼。但是即擺看內底是無即種代志，等到伊是佇咧外口透過即種個軍事的方式來做。老師，你透露講，你認為是習近平咧生氣家己啊，見小燈生氣。真明顯啊！我就老師的判斷啦。但是陳老師吼，即個佫講到王毅，伊這日本通，伊講吼，伊嘛鎖定。伊講哦，你台灣已經7重鎖定啊，恁想要借這台灣生事哦，你要發出武力威脅，孰可忍，孰不可忍啊！這嘛7重鎖定呢，這王毅這是咧邊仔咧鬧哦，火哦倒起來，還是講無啊？這頭家咧生氣，見小燈時我嘛愛來小可生氣一下安尼。王毅講的這7重鎖定吼，伊迄基本都歪曲歷史啊，吼，歪曲歷史一寡相關的宣言文件，吼，然後你講啊，反正總歸一句話，就講台灣就是我中國的就對啊啦，啊，你別人都別使來管，你別人來管，你有干涉我中國的內政，干涉我侵害我中國的主權了，因為你這根本都歪曲整個歷史，歪曲很多的一些文件跟宣言嘛。哦，尤其是你中國居然講啊，你舊金山合約無要承認，啊，你舊金山合約無要承認，啊，你合約離國際關係裡面，國際法裡面，戰爭結束最後的決定的關鍵就是合約的簽訂，合約就是上重要的一個關鍵。啊，你這樣中國你也無要承認合約，啊，你是無要承認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嗎？所以這是真好笑的代誌啦，吼。所以我感覺講中國你自己你愛想清楚。哦，今啊，這個問題，真濟一寡挑釁的動作、緊張局勢的發起，都是你中國你開始的。過去這一個月，日本其實是非常低調的。你中國很多經濟脅迫、軍事壓力，日本並沒有給你反制回去。日本並沒有給你反制關稅啊，是講什麼？伊並沒給你反制回去嘛，都從按多少講，你搞火控雷達30分鐘，我F-15戰機，日本啊我給你鎖回去啊，所以日本伊基本上伊是非常的一個節制，因為你中國你是一直挑釁，好，啊你為什麼要一直被挑釁？哦，這當然要問習近平，可能都像連老師講的，多愛生氣啊！因為我剛剛中國安尼作為是非常愚蠢的。因為你這樣總控，你必須是啥物結果？你看高市長咩到今啊，伊的支持度夠70%以上。我是剛剛講，你安尼繼續落去，你只是下高市長嘛，安尼的政治人物，你日本內面的社會，你下日本過去基本上是和平主義為主的一種民意基礎，這樣轉變變成一個抗中的民意基礎。啊，高市長嘛，伊是有明白講過哦，伊是想要修憲哦，修改憲法第9條，修憲上重要關鍵就是民意支不支持。因為你安尼衝擊安尼一個月，我相信你只是下高市長嘛有更大的民意支持度，哦，然後下高市有更大的民意支持度去做伊想要做的。所以日本有可能趁這個時陣，電腦個借這個力歸起來。高市長嘛，伊上任第一天伊就安尼講嘅啊，我要修憲。我要修改2022年的安保3原則，我要放寬防衛武器裝備出口三原則。基本上，伊就明白講嘅，日本回來啊，我要讓日本的一個軍事力量從根本上加強起來。啊，你要做到，你一定要修改憲法。因為要修改憲法，這些安倍晉三也一致。安倍晉三在2012年伊要選國會大選的時候，以自民黨的競選黨綱都明白講過一條。伊要支持要修改憲法，因為安倍做啊10年，伊直無機會去修改憲法。上重要關鍵就是民意，伊剛剛我無足夠的支持。真正修起來啊，習主席唔知安怎呢？哦，負責教。其實吼，頭拄咱老師講的是無唔對，但是安倍唔是因為民意的關係，伊是因為安那國民黨，因為你也要改憲法，迄當陣那自公聯盟，國民黨伊就甲揪後骹，啊，國民黨是啥人的代言人？共產黨的代言人，吼。啊，所以咱有話佫講倒轉啊，你愛看即馬自民黨即馬較像連立，伊即馬甲維新黨連立。維新會啦，咱正確講啊，維新會。維新會伊的迄個主張是啥物？修憲，吼。第二個國家正常化，日本即馬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哦。伊安怎講？因為伊的軍隊袂使叫做軍隊，叫做自衛隊哦。
所以講伊毋是正常國家，所以為什麼日本的保守派念茲在茲要做這樣代誌，就是我要讓我國家正常化。過去26年內底，國民黨一直扭自民黨的後骹，所以麻生太郎講一句話：國民黨你就是咱日本政府的癌。伊講這句話，伊是明個講。所以講，即馬國民黨甲撤開了後，維新會入來，這就加速咱來講的，就是伊要做國家正常化一個真重要的重點。但是咧，你要國家正常化，因為日本咱老實講左派真濟。左派真濟時陣，伊就講袂使哩，咱愛有和平，咱愛行和平憲法，袂使改。但是咱就講，我講習近平其實就是迄個高市早苗派佇中國的迄個上大的大反派啊。安怎講？伊就開始做這物件了後，你看高市的伊的規個支持率，伊無法度落落來。然後即擺煞來做啥物代誌？伊即擺煞來就是咱即擺愛討論的就是變做講，當時國會要解散。國會解散就是眾議院改選的時候，迄個重點嘛。因為你也要修憲，你就是愛贊成修憲，讓所有議員裡面參眾議都愛支持，不是眾議會至少要超過2/3，這是重點。那伊即馬你也改選的時陣，因為你中國還甲我欺負，你徛到我頭殼頂來，你看哦，因為咱講為什麼講迄個日本政府吼一直很壓抑、很冷靜，有一件代誌咱就甲判斷。咱甲話9月11月初7迄當陣啊，台辦的總領事薛健講一句話：你的垃圾頭輕快，我把它剁了。這是一種屬於叫做我們在講恐怖發言，你知道？日本的標野攏講一句話：這個外交官趕出去，不歡迎人物。日本政府會使做無？會使做，因為民意安尼支持。但是日本政府有做無？無做。為什麼無做？因為你即馬你也甲薛健用這個方法趕出去，中國愛擱派一個愛擱甲恁趕日本的外交官趕出來無？愛，這叫做升級啊，升級衝突啊。但是日本愛，你看日本的政府一直愛，這樣代志攏無要講，攏無要處理。咱莫講迄個回音機鎖定，攏莫講迄薛健無互人趕出去這樣代志，你就知影講日本政府偌忍這樣代志啊。伊忍這樣代志就是安那，伊無想要甲衝突有關。為啥無要甲衝突有關？這就是咱頭拄仔講的，這甲川普的這個 NSS 這個有關係。因為安怎講？川普伊做一樣代志，伊即馬伊的就是咱講的，伊就是現代的門羅主義。現代門羅主義，伊即馬要顧的就是西半球，但是咧，伊就講印太，恁家己愛處理。所以講，伊的看法就是講，第一島鏈愛有一個人出來領頭，迄個人係啥？日本。日本你愛做隊長，你愛來領頭，所以講你愛提高你的國防預算。那對高市來講，這件代誌拄好下着保守派的心意，因為保守派第一個代誌嘛，因為我一定要我要國家正常化嘛，我軍隊我有未來，我希望我唔是叫做自衛隊，我做國防軍啊，所以我要做這件代誌，我的迄個國防預算愛有關吶，我愛有關，所以講高市伊自頭已經伊甲川普佇迄個東京見面了，伊就知影要安怎做。我講有一個小動作，真儕人攏無注意到，佇 APEC 的時陣。伊迄當陣啊，甲迄個韓國的李在明兩個日韓首長要會談的時陣，注意看哦，通去調大來看，安怎講？迄個李在明後壁是日本國旗，高市後壁是韓國國旗，因兩個握手翕相了後，高市轉去，伊毋是隨轉伊的位置哦，伊是對韓國國旗行禮，他鞠了一個躬，伊較佫轉來。我講伊做這樣代誌，毋若干那互李在明民主，互韓國人攏有民主。韓國人講，你看。日本首相來阮兜，嘛是對阮有禮禮貌貌。有做這樣代誌的時陣，伊是要安怎做這樣代誌？因為第一島鏈，從東北亞、韓國、日本，咱也講甲台灣加入。拄好點到韓國。對啊，菲律賓擱後壁後手上，後手擱一個迄個澳洲，規個弄起來時陣，伊即馬擱要靠高市，擱迄個川普要靠高市要做一樣代誌，啥物代誌？你當初當時安倍甲迄個印度的莫迪關係真好。但是川普伊即馬甲迄個印度加關稅，莫迪氣到要死啊！但是我講莫迪甲日本關係真好，伊即馬愛靠高市、靠日本去甲莫迪誘導過來。你唔通我去迄個俄羅斯，你嘛唔通我去中國，咱就印太開放區域這個部分，這是安倍當時要行的部分，你咱來行這條。所以講規組你來看起來，你就知影講為什麼日本政府在中國這麼大壓力下骹。
伊會使徛啊遮爾知，其實伊內底的基盤攏算好啊。哦，所以非常巧你的意思是講，其實我是為着這個遠大的目標，我即馬一寡細細項項的代志，我小吞論一下。迄無必要。哦，要做隊長的人，要做新選組的人，就愛忍。佫有一點代志哦，因為伊今仔日啊，國防伊的迄個軍事，伊的迄個武器通啊賣出去，伊即馬已經甲歐洲簽好啊，我要賣迄個驅逐艦要賣過去啊。你想看覓哦，日本即馬國內經濟要安怎扭起來？你已經無法度用車來扭啊！我國防，我國防工業啊，我到迄個航太產業，我扭起來，我日本政府就開始。內錢我就開始有錢啊，所以我就講習近平其實就是高市早苗派底下的迄個廖白啊啦。但是你安尼若講起來吼，我感覺迄個鎖定吼，鎖的毋那是軍機哦，鎖的是講好，你遮即個小動作我攏看在眼內，我毋是干那生氣，像他連老師講的，我毋那是見笑轉生氣，我一擺甲你套轉來，但是要一擺套轉來吼，其實咱也真濟。評論家也好，學者來講，習近平吼佇外交手段真正有真濟代志攏做甲吼，無符合上定即個一定的即個規矩啊。但是你罵伊袂倒啊，你甲罵伊嘛是依言過我啊。啊，這在軍事上，伊到底有啥物秘訣？互大家安尼是實力嗎？還是講伊軍事的即個實力，致使大家無法度？真正講甲伊安尼決裂，軍事的部分吼，我唔敢講，但是我感覺吼，主要就是講甲中國即個經濟上的即個合作伙吼，也是無法度完全的脫鈎吼。為迄個川普第一屆做總統的時陣，2017年的時陣開始殺講迄個貿易戰嘛吼。希望降低甲中國的這個依賴的關係嘛吼。咱嘛知影過去這30-40年的這個全球化跟國際的經濟的相互依賴吼，其實互每一個國家攏綁甲足硬的吼。所以你一時吼要透過1檔2檔的貿易戰，還是4檔任期的這個關稅貿易吼，把這個結構完全改變吼，這是有困難的吼。所以我是感覺講吼，經濟這個部分吼，造成大家也是愛看中國的民主，也是看中國的這個反應。啊，當然中國伊嘛是一個外交的大國吼，伊嘛是一個軍事的大國。啊，軍事這幾檔來吼，像阮咧看講，這25檔來，中國的這個海軍的這個發展吼。哇，那像咱咧講的下餃子，吼，落水餃安尼，吼，這個軍艦一直，吼，新的軍艦出來呢，一直出來對無，吼，所以這我互東亞的國家，也是咱國際社會，吼，我攏會感覺講，哇，中國伊不只是講吼，你經濟吼無法度完全甲伊脫離。啊，伊佇即個政治上的即個話語權也是影響力，吼，啊，伊佇軍事上的即個實力，吼，你嘛看起來講，哦，安尼甲美國那像安尼有通吼相批評咧，所以吼對中國的即個態度，對中國的即個政策吼，攏也是會較保守、較細緻。啊，大家一直討論到即擺，其實看起來已經有態度出來，所以中國會感覺講，依照我安尼用，啊，恁攏無反應，啊，即擺安尼，美國的老大甲恁嚇一個，啊，恁就開始個攏對我針對我來，所以我就不對啊，我就開始安尼，是安尼嗎？還是講其實中國自早以來伊的外交的手段，甲伊的路數就是安尼，其實伊佇來攏無變。應該是安尼講啦吼，因為對於咱台灣來講，應該是對。在世界內底，應該是咱要對中國的了解較深入，咱應該排佇咧頭前啦，甚至排第一名應該也是會使啦吼。但是講咱對中國的了解，因為這100-200年來哈，這基本上就是中國，我想伊的領導者攏受到伊敢若會去用欺負啦，所以一旦伊有機會較強的時陣，伊就會我感覺是用迷信啊，迷信迄個武力會使解決所有的代誌。但是你對看。美國來看，對戰後了是獨強，但是伊嘛對了是這個武力了，伊有一種實力叫做硬實力，佮有一種實力叫軟實力。所以
應該來講，這硬甲軟的實力應該要同時攏來發揮啊，唔是干那迷信講一定要用這個硬的實力。硬的實力當然嘛是上重要是所有你也要互人看會到你，看會使看你有當然嘛是硬的實力有夠，但是你也要互人服氣，感覺人講會來服你。其實硬伊個軟的實力其實才是上重要的部分啊，所以即擺你會看就是講。即個北京即擺就是講啊，拄着敢若心感覺講我咧叫人比拼的時陣，袂比拼着的時陣，也是講感覺伊敢若無去互受到人注意的時陣，伊感覺伊就是用即個武力的方式來互大家敢若愛注意着，叫話語權啊，就是伊用即種武力的方式來提高伊的即個話語權。但是上重要的是，佇即個國際社會內底，你常常用即個武力來講吼，其實。引起大家毋若是反感嘛？啊，你的實力敢一定就是講會使一個人對正人嘛？所以你今仔日若是無一寡朋友，雖然較多即個新聞大也是講即個進前有咧討論講中國甲即個羅西亞的即個部分，但是大家攏知影，因為即擺的即個戰爭，即個羅西亞佇咧即個尤其是西方的國家啊，對伊來講都是一種即個制裁，所以伊即擺。這兩個國家合作伙是互外界吼，尤其是西方的國家甲真濟毋是西方的，但是佇咧地球的其他的國家，感覺講這兩個國家即擺這個合作伙是咧交這個西方完全是這個地甲互相咧對抗的迄個情形，但是世界敢毋是一定都愛兩邊雙方都要對抗，其實抑閣有足濟會使有合作的機會，但是你也足迷信。第一，你也感覺講啊，你以前攏是去用欺負，你即擺較強啊，你就想講，你要用即個展示你的即個武力的方法，互大家來尊敬你。我感覺即種想法可能，伫咧即擺即個社會，可能較無法度繼續行落啦。但老師你安怎看吼？就是講王道甲武道吼，也是講。不管是中國有外交路線，但是咱來看這個2025的國安報告吼，伊戰略報告內面，伊真明顯的咧講台灣的這個情形受到中國的這個壓迫吼，必須。但是當然啦，伊咧強調是講，恁遮小朋友啊，恁遮日本啊，你著愛負起責任啦，愛帶頭啊，老大的我吼，徛喺恁後壁，有代志要靠我吼，我先來無用阮兜的代志。這安尼看起來，咱台灣家己的位置是，就是講美國有能力通個保台這項代志，是真濟台灣民眾攏會囥在心內，是毋是愛懷疑美國，還是講應該用另外一種問題意識來看這項代志？咱台灣無應該懷疑美國啦，因為基本上對咱台灣來講，當然咱自己國家自己救，當然咱先愛有家己的防衛決心和意志，咱先了解咱家己的國家上重要是咱家己愛來救咱家己，要毋過咱也是講會使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援助，來到上人來替咱防衛，咱當然愛去爭取嘛。既然咱大家了解一個問題是。這樣不是講美國一定愛來替咱台灣防衛，講啊簡單也講啊歹聽些，是讓台灣你求美國來幫忙我們防衛，然後我們在求美國來幫我們防衛的時候，然後讓家己一掛人跟你講啊，你別再相信美國，你別再相信美國，我要懷疑美國，啊講較歹聽咧，啊美國為什麼要替伊來防衛？你讓啊家己愛了解一個事實，這樣也是講美國無來替咱台灣來幫忙防衛的話。全世界無其他國家會來幫忙，都像講高市長嘛，也會嘛共款。高市長嘛是講的是集體防衛權，不是講日本自己獨自來幫台灣防衛。這差別。也意思是講美國出手來幫我們台灣防衛，啊，日本跟着美國這個盟邦來幫台灣防衛。其他國家嘛共款，澳洲、加拿大、歐洲、英國，其他國家都是共款，都是美國先願意來幫我們台灣防衛，其他國家作為美國盟邦，他也跟進來跟我們幫我們台灣防衛。這是為什麼講這樣？中國還是講讓台灣一寡親中國的人士，一直愛打這個以美論，分化讓台灣跟美國的安全信任關係。也分化成功的時候，
簡單來講，中國咱拍咱台灣時陣，咱台灣美國無願意來救咱台灣，咱台灣變得孤立無援。中國伊可能認為講，我拍台灣時，我只要面對你中華民國的軍隊，我是有把握可以拿下你台灣的。然後我有相信你美國不來救的話，安尼我有把握可以拿下，我為什麼不打呢？所以我基本上我向來認為，習近平其實他就是在等一個時機點。就是他確認美國不會來救台灣的那個時機點，就是習近平要來打我們台灣的時機點。對，這都是讓台灣，我應該去懷疑美國來去讓我們美台之間的那種安全信任關係。所以基本上這樣不是講到底美國有這能力還是講沒這能力，這樣是講讓大家讓當然要爭取更多朋友來幫助我們。然後你先把我給你整理一下，你的意思是講。去問講美國有能力無能力，通保護台灣，其實這是假議。無，這不是講假議，而是講你袂使無個需要去懷疑美國。除了美國以外，包括日本，甚至菲律賓還是講澳洲、加拿大，就像講這個國家安全報告裡面嘛講過嘛，美國希望講日本、韓國、澳洲都要加強也國防預算，來幫忙防衛這第一島鏈的安全。所以這基本上那是大家讓你美國的領導之下，然後美國伊嘛公安非常清楚，這有史以來第一次講這麼清楚，嚇阻台灣不要發生衝突，這是美國的優先事項 （priority） 優先事項。以前過去的安全報告最多只是講印太安全，要不我全部講你一本報告，非常清楚的明白講嚇阻台海爆發衝突，這也十分明顯的講到台灣。所以我剛剛講美國，它基本上它還是對我們台灣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防衛的這樣子的一個意志，願意來幫助我們台灣。你自己你台灣你別使講一直懷疑美國嘛？你懷疑美國，美國為什麼來救你？這上後尾要請教有一條其實對安倍所是過身了後，日本也經過這個政權的交替，所以對着台灣的態度也好，對美國的態度有小可變化，安怎都安怎另外這邊咱來看，那川普落任呢？川普落任了後，對咱台灣的態度，對整個全球戰略的改變，還是講這是一個大勢所趨過去這條路在日本國內已經有共識嗎？咱即馬簡單講，就是講吼，過去即馬佇日本國內開始有去聚集這所謂名氣佇遮，咱個。回頭看一個代誌，中國伊對日本真正是咱講的，伊到底是真正實在還是空心呢？我來講空心呢，講一個最重要的，咱來結果一個畫面吼，迄當陣日本的亞太司的司長去迄個中國外交部去講話時陣，有無？伊毋是替迄個中國迄個劉敬松落地啊，伊個穿迄個啥武士青年裝，手插落地啊。後壁佫有一出更較趣味，這個亞太司的司長回來了後，對無？迄個劉敬松隨轉去房間換西裝去台聯，為什麼去台聯？去找肯納加能。